1305年，黄布尔对海南带回的模具不断地进行改造革新，将原来用手拨子儿改成绞车，将1尺多长的弹棉弓改成4尺多长，将棉纺车由原来的单锭改成脚踏3锭，还推广了错纱配色、棕线切花等技术。几经努力，松江乌泥金的衣被闻名天下，黄布尔被皇上封为衣被女神。呀，最美菩萨。
定要的是半瓶面布，都是苦了没有？冰道姑都已是苦。好，好啊！道公师傅，有人找你。玉人来了，今天来的可都是贵人啊！妈妈相思，莫醉泪。三间真经醉可归。师傅，不美啊，我没有认错人吧？你没有认错人，王道姑就是王不儿啊！怎么我变了？你变了，变老了？一点不老，你越变越年轻，越问越没神了。师傅，你又想我了？你身上好香啊！我身上有什么香嘞？不香，不香。你常年熏在布里，已成了一个赤子女了。赤子女。前来看我，让我敬你一杯。多谢不美。师傅，这些年来，你和阿凤姐过得好吗？我阿凤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当年是我编的一个谎言，请你谅解。这是个谎言。今生我放肆，你为了我用心良苦，我只知道你会惦记着我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是个谎言？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师母的3天之礼。哎，你哭什
回来，找到你丈夫没有？他在海宁早已失踪，父内我为想救其道观，从此我就成了王道姑娘。海宁不测失了心，我在地心向在明。我于是黑夜马路去赴门，梦想起母亲的遗言，师父临别的叮咛，都梦里赠我母子这千金，记起我逝去的心与万文，为故乡举起道观办作坊，本以为放下这部举山针，恰不料面部小路须去他，到后来一错而真生疑心，司令请西郊八方来取经，上门接难离，方来具心情，放着本是不儿的爱，放着本是不儿的命，玉女我放进命上，不越放着天下本。哎哎哎哎哎。